独家的新闻，国过27天就是国庆日啦。一年一摆国庆大典有新款的表演，这嘛是真个乡亲关心的焦点。今年空军安排的表演阵容是有够强，这包括国产的永鹰高教机以及彩绘这个 F5战斗机拢会出现，这有真高的传承意味。随后特技小组会加速 AT3教练机表演。那国庆另外一个焦点是演唱国歌，伊才发生独家的这个消息，国军兄弟会伫马祖、高级北疆的就比前呢，以及这个高雄军港同时用视讯连线唱国歌，有真高的战地气氛。另外，连江县卖派学生的合唱团到府前去表演，做伙庆祝中华民国的生日。学生合唱团伫咧总统府头前对指挥的领导大声唱国歌。国庆日剩27天，真受到注意的国庆大典嘛开始面前的准备。上重要的唱国歌节目，延续去年和第二现场连线表演。确实今年有一些规划是可能会跟一些外地岛有关。那有些细节部分，我们就先做一个保密，等到越近的时候，我们再留给观众一个期待好了。国庆筹备会对内容无对外公开，经纪发示独家消息，神秘的地点就伫咧马祖东引乡的国市北疆观景台，和高雄左营军港。国庆日一天，阿兵哥会伫咧南北两地视讯连线，作为唱国歌庆祝中华民国生日。唔然呢，连江县卖派学生合唱团来到府前表演，以5机大雁队形低空飞行。除了唱国歌，典礼另外一个重点就是空军战机的特技表演。当服务的国产永鹰高级教练机，卖头一摆出现伫咧国庆大典。明年特别退休的 F51战机，卖飞过总统府厝顶。听讲会有彩绘机出现，真有传承意义。今年一摆国庆，空军雷虎特技小组当然卖参加，会有5台 AT3教练机两地表演。蓝三色彩烟是不是非常的精彩呢？111年国庆大典，嘛头一摆邀请为日本来京都剧歌后吹奏部来台湾，筹备会规划精彩节目，就会庆祝中华民国生日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